當認知障礙遇上衰老，是單科治療還是系統護航？祈福護老公寓聯合祈福醫院，精心打造全病情管理體系，從評估到康復，全程介入，用科學與溫情守護每一份珍貴的記憶。每位入住的長者，我們都將精準評估作為首要任務。神經內科專家運用 MMSE 評估量表等臨床方法，從認知功能、日常生活能力、心理狀態等多維度，為長者進行全面且細緻的評估。在這裏，千年中醫智慧與現代醫學完美融合，通過辨證施治、搭配針灸刺激穴位、湯藥調理等療法，延緩認知衰退，改善腦回圈。日常康復訓練中，運用認知訓練啟動長者思維，通過運動療法增強長者體魄，開展生活技能訓練，助力長者重獲生活能力，喚醒沉睡的技能。治療之外，我們給予長者更多溫暖守護。心理專家通過1對1心理疏導、空椅子對話，鼓勵長者參加團體活動等方式，驅散長者的孤獨與不安。營養專家根據長者身體狀況，科學定製1日3餐，針對吞嚥障礙長者還會特別調整膳食，確保營養攝入。從評估到治療，從康復到守護，多學科團隊緊密配合，共同守護長者身心平衡與生活品質，形成完整的長期照護閉環。祈福護老公寓與祈福醫院並肩前行，用全病情管理為長者點亮希望之光。